我觉得有一次我开个人演唱会的时候，老师来看了。那么当时看完我的演唱会之后呢，他就到第二天他说你到我家来。我说老师干什么？他就说我帮你请了一个老师。他说我在身段方面我不能教你，他把岳老师介绍给我，就是说希望我在身上表演身段方面能够得到全面发展。因为我当时一年要上4台大戏，我每一台大戏老师就会来关注我。哎呀，夏夏怎么样啊？你排练排得怎么样？一没有什么事，老师就说走，跟我去看戏，去观摩其他的一些剧种，可以对你越剧有帮助，对你影派这个表演都有帮助。先生，你怎么会这么了不起？怎么能想得出这么好听的调？你怎么会这么了不起？怎么会有这么多争气的弟子？他们每一个都很出色。我想，我可以明白这些弟子的心情。陪伴他们走了半个多世纪的尹先生，早已成为他们心目中一种不可替代的神圣。先生，我多想从你那清亮的眼神里去追寻那舞榭歌台的如烟往事，那执着缠绵的万种深情。多想沿着过往的时光去亲临你那折金玉碎的天衣妙语，一睹那潇洒俊朗的如玉风姿。多少次你与自己即将拍摄的电影擦肩而过，多少次你期盼着拍摄机会能够再次到来。你等啊，盼啊，可机会来得太晚了，也太迟了。因为他年轻时候演的《红楼梦》宝玉非常的轰动在上海，但是他就是跟那个片子无缘，他没有留下好的荧幕上的这个形象。那
到了这个时间，他其实说心里话他是不想，但是呢，很多很多的观众想看他，想看到他现在的样子形象，所以他也是属于一种无奈的，那么也就去拍，但是他要求很高，勒呀、扮呐，非常非常的仔细，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形象这个已经不能动了，所以他很在乎。老师在舞台上给我的感觉是他一点一滴他都很仔细，他不能逃过他，就是说哪怕个眉毛一点点的地方他都会去加工，因为他老师帮我化妆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帮我两眉毛画完之后他就说这边还差一点点，他帮我描，他是很完美的，就让人感觉他不愿意有任何的小的或者是自己忽略的东西在舞台上给观众看到。刚才弹琴的是你？是我。你为何要弹这样凄凉的曲子？因为人间太凄凉了。听你的声音很熟。是啊，我听你的声音也很熟。你是从哪里而来？西沙而来。我就是要算西沙王子的名。王子，小姐，你是他的谁？不必告诉你。那也好，请说明吧，请讲。凄凉音，问小弟为何要说明？高山是也高山王子醒了，王子你问小弟他是何年何月何子人？老兰三子王子心里很难受，真的是很难受，因为他那个时候话都讲不出了。我打给他，就他听得到我的声音，他就是眼睛沙沙，他知道是我，然后后来就去世了。您现在收看的是福建海峡电视台。1600亩美丽的校园，2000多位教育精英，1万多名学生，数不清的荣誉，这就是福建西山学校。办学12年来，西山学校以一切为了孩子的发展为办学宗旨，科学管理，专家治校，诚信办学，以文为主，武为特色，全老戏台上寻找曾拥有的光影迷离，认知戏曲，感受经典，走访名家，读阅戏曲人生。
你好，我是王君安。我是上海粤剧院的赵志刚。我是上海沪剧院的演员，我叫马丽丽。梨园百花春百奇之际，我祝贺这个栏目越办越好。恭喜你们能够继续顺利的常驻在我们心间。走进海派戏曲系列，海峡卫视8月26日起，每周六21:50与您相约。数不清多少个潇洒动人的艺术形象由他创造，数不清多少次在剧场里因他而掀起的一个又一个观众狂潮，甚至也数不清流传最广的尹派唱腔在全国各地究竟有多少优秀的传人、忠实的观众。其实我们该谢谢先生，是他带给我们情义2个字真切的感受，是他带给我们一些从来不曾想到过的缘分，是他带给我们如此多的感动。因为他插的管子很辛苦的，鼻子插，他也是就是身上的器官都衰竭，有人去看他了，他脸上就没表情，其实他很痛的，但是人家一走，他看着我难受啊，他就自己也是，你知道他的脚啊，就是好动的地方，他难受，就说不出来的那种苦。我呢，当时也没办法，我就劝老师，我说你不要这样子。他要拔那个，你知道吧？当时我就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子，我还等着帮你过生日呢。我说你会好，你这么强的毅力，你这么，对不对？我说这么多人，这么好多人都看着你，希望你再出来。我说你可不能这样子哦。他就难过，摇头。老师然后就用一种眼光看着我。他那种期待啊，那种希望，就是心里很难受，真的是很难受，因为他那个时候话都讲不出来。我打给他，那后来是伊妹阿姨讲给我听的，他的外甥女讲给我听的，就他听得到我的声音，他就是眼睛眨眨，他知道是我。然后后来就去世了。
距离方远方来，银谷山桃花路，自古老里行花城，去报杨林来看宫，距离方远绵延。下期梨园百花村走进海派戏曲系列，我们将带您逛上海老城，品民间文化。